聽眾朋友你好，我係羅賓，好多謝你收睇古今漫遊。喺辛德勒的名單呢部電影入邊有咁樣嘅一個經典橋段，猶太人將一個用金牙打造成嘅戒指秘密咁樣送俾咗辛德勒，上面刻住一句令人無不動容嘅字句，呢個字句就係拯救一個生命就係拯救整個世界。半個幾世紀之後嘅1997年，一個睇起嚟好平常嘅訃告，就再一次將大家帶返去嗰個納粹統治暗無天日嘅日子，同時將一段封塵已久嘅往事再次展現喺世人嘅面前。今日我哋就嚟傾一傾何鳳珊呢一位有住東方辛德勒之稱嘅主人公，同佢背後嘅故事。何鳳珊出生喺寒門，自幼喪父。少年嘅時候，佢勤奮好學，喺信義會嘅幫助之下，以優異嘅成績得到求學深造嘅機會，終於喺1929年考入咗德國慕尼黑大學。1932年，何鳳珊獲得咗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，同時喺1935年喺中華民國外交部任職。從嗰個時候開始，開啟咗佢長達40年嘅外交生涯。1938年，德國納粹吞併咗奧地利，中華民國駐奧地利公使館改為駐維也納總領事館。何鳳珊由一級秘書升任為總領事。當時嘅以色列仲未復國，猶太人只能夠散居喺世界各地。喺歐洲，奧地利係第3大猶太人嘅聚居地，大約有185000猶太人喺呢度居住。德國納粹吞併咗奧地利之後，對其境內嘅猶太人進行咗趕盡殺絕嘅政策，成批嘅猶太人被送入咗集中營。面對滅頂之災，猶太人只能夠想方設法離開歐洲。佢哋奔波喺各個領事館之間申請簽證，但係就冇任何嘅結果。何鳳珊唔忍心睇住猶太人喺維也納白白等死，就利用佢嘅職權俾猶太人大量簽發簽證。喺當時，一張簽證就等於係拯救咗一條生命，因此就有咗生命簽證嘅講法。其中一個17歲嘅猶太青年艾瑞克花咗幾個月嘅時間，奔走喺50幾個國家嘅領事館之間，最終都係全部落空。佢將最後嘅目光投向咗中華民國領事館。當時何鳳珊俾佢簽發咗20份前往上海嘅簽證。萬分感激嘅艾瑞克緊緊咁樣抱住何鳳珊，烏煙咁樣講唔出一個話嚟。憑住呢一張來之不易嘅生命簽證，艾瑞克嘅整個家族得以逃離咗納粹魔掌。消息一經傳開，猶太人嘅圈入邊就好似爆炸咗一樣。身在維也納嘅猶太人爭先恐後咁樣嚟到咗中華民國領事館前，大排長龍。喺茫茫大雪之中，隊伍之長一眼睇唔到盡頭。喺黑暗籠罩之下嘅歐洲，中華民國嘅簽證毫無疑問成為咗無數猶太人心入邊嘅一支燭光，為想逃離歐洲嘅人照亮咗希望。唔單止係咁，有時中華民國嘅簽證仲能夠起到赦免嘅作用。當時一位叫做摩里斯·格羅斯·費爾德嘅猶太人不幸被捕，關入咗集中營。當佢嘅妻子拎到咗全家去上海嘅簽證之後，摩里斯先至得到釋放，死裏逃生。有一次，中華民國領事館嘅車正喺大街上行駛嘅時候，一位猶太人突然衝咗出嚟，喺後面拼命咁樣追住轎車。何鳳珊連忙叫司機停車，打算詢問發生咗咩事。冇諗到，當車窗一打開，呢位猶太人就急急忙忙咁樣將一堆簽證表塞咗入車廂入邊，然後就立即消失喺人群入邊啦。第二日，呢位猶太人就接到咗由何鳳珊親自打嚟嘅電話，叫佢快啲去領事館攞簽證。何鳳珊感到時間十分緊迫，對嗰啲迫切想要離開維也納嘅猶太人，無論通過乜嘢嘅渠道嚟申請，何鳳珊都係以最快嘅速度辦理㗎。為咗盡快咁樣挽救生命，何
何鳳山同埋領館嘅工作人員經常要加班到深夜，甚至仲形成咗唔處理完當日嘅申請就絕唔落班嘅規定。好快呢一件事引起咗納粹嘅注意，黨衛軍暗自跟蹤嗰啲半夜去領取簽證嘅猶太人，好多猶太人因為咁樣憑空消失喺茫茫嘅夜色入邊。當得知呢個消息嘅時候，何鳳山開始親自將佢哋送返屋企。礙於中華民國總領事嘅身份，蓋世太保亦唔敢明目張膽咁樣去揾何鳳山嘅麻煩。不過何鳳山仲係遭到咗唔少嘅恐嚇。好快納粹就向駐紮喺柏林嘅中華民國大使館不斷咁樣施壓，企圖勒令何鳳山停止簽發簽證俾猶太人。但係何鳳山清楚，每一張簽證嘅背後係一個鮮活嘅生命，簽證係佢哋能夠存活落嚟嘅唯一希望。面對面前薄薄嘅一張紙，何鳳山嘅心情無比沉重，佢只能夠頂住上級嘅壓力，唔停咁樣簽發。隨住形勢變得越嚟越兇險，何鳳山唔單止要喺夜晚開車護送猶太人返屋企，有時候仲要親自護送佢哋上火車。有一日嘅清晨，何鳳山正係陪同一個猶太家庭上火車，但係就喺佢哋即將可以奔赴自由嘅時候，幾個蓋世太保突然衝咗上嚟，將佢哋強行拉下火車。呢個時候，企喺月台上面嘅何鳳山再唔能夠忍耐啦，佢用盡咗全力阻擋蓋世太保，同時大聲質問佢哋：你哋憑咩嘢捉人啊？蓋世太保囂張咁樣話：佢哋嘅簽證都係假嘅，唔能夠離開呢一度。何鳳山亮出咗佢中華民國總領事嘅身份，表示呢啲簽證都係佢親自簽發噶。喺確定咗領事身份之後，蓋世太保亦迫於國際慣例，只好將人放走。當何鳳山再次護送佢哋上火車嗰一刻，車廂入邊嘅人夾雜住感激、痛苦、無助嘅眼淚，終於奪目而出，對住何鳳山嚎啕大哭。何鳳山自己都唔清楚，究竟有幾多個猶太家庭喺佢親自護送之下，登上咗開去上海嘅火車。當時嘅國民政府同埋德國仍舊保持住外交嘅關係同埋經濟往來，直到1938年，希特勒將外交轉向日本，中德兩國嘅關係開始不斷惡化。當時出任外交部副部長嘅陳介被國府派往柏林擔任大使，試圖挽救不斷惡化嘅中德關係。喺咁樣嘅局面之下，喺維也納擔任總領事嘅何鳳山被勒令停止向猶太人發放簽證，以免違反希特勒嘅政策。不過何鳳山並冇屈服，甚至因為抗命被外交部記下咗一次大過添。何鳳山所面臨嘅唔單止係外交仕途隨時會被中斷嘅風險，仲要應付嚟自納粹嘅壓迫。納粹當局以總領事館嘅房產係屬於猶太人為藉口，將佢沒收充公。而國民政府呢個時候又拒絕出錢租房，何鳳山只好自掏腰包，喺約翰內斯巷22號租咗一套細嘅公寓，將總領館搬到嗰度，繼續簽發簽證。中華民國嘅國旗飄揚喺呢一條小巷入邊，呢個係猶太人眼中入邊最後嘅希望，亦係國民政府正義嘅象徵。有人就曾經問何鳳山：大家都唔做，你點解要做呢？何鳳山話：憐憫係天性，人係好自然就會幫助其他有困難嘅人。從人道角度嚟睇，呢個係非做不可噶。德國同埋日本結盟之後，中華民國就斷絕咗同德國嘅外交關係啦。中方所有嘅外交人員必須離開德國領土。何鳳山接到消息之後，喺離開之前，以最快嘅速度簽發咗一張又一張嘅救命簽證。佢唔停咁樣蓋章，唔停咁樣簽發，直到佢離開嘅最後一刻。喺1940年嘅5月離任嘅時候，搭乘火車離開維也納嘅最後時刻，佢仲將簽好嘅簽證派俾嗰啲喺月台上面等待嘅猶太難民。喺佢拯救嘅猶太人入邊有唔少名流，包括以色列科技部前首席航太科學家丹尼爾懷斯、維也納愛樂樂團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海恩茨格林帕格、美國前財政部長麥克布魯蒙塞爾、
曾任世界猶太組織秘書長嘅伊斯雷爾辛格嘅父母，當時亦都係俾何鳳山所救噶。佢哋憑住領事館發放嘅簽證進入咗古巴，然後嚟到咗美國。佢話：我嘅父母係何鳳山博士所救嘅，佢係一位真正嘅英雄。可能好多人心入邊難免有啲疑問，日軍喺1937年11月就已經佔領咗上海啦，咁樣何鳳山點解仲要簽發呢個睇嚟冇效嘅上海簽證呢？答案就係，雖然日軍當時佔領咗中國所有嘅入境口岸，中華民國外交官簽發嘅任何文件或入境簽證都唔會被日軍所承認嘅，但係只有上海係例外。日軍佔領上海之後，口岸冇人把守，任何人唔需要出示證件或者護照就可以登岸入境噶啦。何鳳山利用呢一點簽發咗上海簽證，呢個就係佢嘅上海簽證計啦。何鳳山曾經話，呢啲簽證只係名義上去上海，實際上係俾猶太人提供途徑，幫助佢哋去佢哋首選嘅目的地。猶太人一旦拎到咗上海簽證，以佢作為移民嘅證明，納粹就不得不允許猶太人離境，就算係佢哋遭受監禁嘅親屬，亦都會被釋放。有咗上海簽證，猶太人就可以以過境嘅理由進入其他國家。根據何鳳山嘅女何曼麗所講，二戰期間佢嘅父親靠住智慧、勇氣同埋謀略拯救猶太難民。佢感嘆話：簽證計呢個辦法太聰明啦！冇簽證嘅話，猶太人根本就冇辦法離開維也納，所以簽證對猶太人嚟講真係救命嘅簽證。對於歐洲其他國家嘅猶太人，雖然無法到維也納總領館辦理簽證，但係何鳳山嘅上海簽證計傳遞出咗一條重要嘅消息，嗰個就係中國上海可以做避難所。從1938年年底到1940年，只係上海一個地方就收容咗至少18000名猶太人。1940年嘅5月，何鳳山被調返去中國。喺維也納嘅2年入邊，佢究竟簽發咗幾多簽證呢？準確嘅數字已經無法統計啦。不過有人話佢一共簽發咗7000幾張簽證，其中有4000幾個維也納嘅猶太人通過去上海嘅簽證轉移前往其他嘅國家避難，包括美國、加拿大呢啲地方，亦有人逃到咗巴勒斯坦。呢啲人後嚟就成為咗以色列復國嘅中堅力量。何鳳山簽發嘅簽證意義重大而深遠，被聯合國譽為中國嘅辛德勒。何鳳山行事低調，行大善而不揚，終其一生，佢個人都冇對外公開話自己曾經幫助過猶太難民。咁樣佢嘅善行又係點樣被披露出嚟嘅呢？一轉眼，二戰已經結束咗半個幾世紀。喺1997年嘅9月28日，何鳳山喺美國舊金山去世。佢嘅女何曼麗係新聞工作者，佢喺波士頓環球報上面刊發咗一條訃告，入邊有何鳳山嘅簡歷，其中就提到咗佢為猶太人簽發簽證嘅呢件事。訃告刊出咗冇耐，美國猶太歷史學家艾利克索爾立即致電何曼麗，同時詢問佢父親救人嘅細節。喺索爾嘅聯繫之下，揾到咗何鳳山親筆簽證嘅一啲猶太幸存者同埋佢嘅後裔，一段塵封嘅往事，一個救人嘅英雄就咁樣被舉世所知啦。好可能冥冥之中呢個就係天意。2001年1月23日，以色列政府頒俾何鳳山國際義人嘅最高榮譽，佢嘅名字被刻入猶太人紀念館嘅國際義人員入邊，係解救猶太人最多嘅義人。一位猶太大屠殺嘅幸存者話：有啲人雖然早已經唔喺世上面啦，但係佢哋嘅光輝仍舊照亮住世界。呢啲人係月黑之夜嘅星光，為人類照亮咗前程。而何鳳山就係呢一啲人啦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一度，感謝你收睇古今漫遊。如果你喜歡嘅話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。我係羅賓，我哋下次節目再見。